忧郁将来有你，因我知主所允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甚至揭露光景，许多事。 将你到，给我是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我们再唱一次。 明天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一明天我转阴暗，我不为。 将来和忧郁，因我是主所允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甚至解读光景，许多事。 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 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但我知主掌管明天。 他必要领我向前。掌声归神，哈利路亚！有圣灵准备好敬拜你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荣耀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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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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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你是大君王，胜过黑暗失望，洗净心灵忧伤。 带来喜悦平安，你是全能
世上万有，除去罪恶捆绑，赐给我新的生命。弟兄姐妹，大声起来，荣耀，荣耀，嘿，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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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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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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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你是大君王，胜过黑暗失望，洗净心灵忧伤，带来喜悦平安。你是全能神，掌管世上万有，除去罪的捆绑，赐给我新的生命。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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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让我们荣耀，荣耀，首先荣耀，荣耀，荣耀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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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掌声大大呼声，哈利路亚！ 1, 2, 3, go！ 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次赞美主！ 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双手，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歌颂。 赞美，终于握住我的神。去，你是美的歌颂的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生命。哈利路亚！ Come on, church, you sing. 赞美主，哈利。 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说什么？一切歌颂赞美，一切歌颂赞美，都被握住我的手。你是美的歌颂的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生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动作，口出就sing，赞美主，哈利路亚。
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准备你的心，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抓住，接着。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一次，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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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殿中要来深深的说我爱你，主，让你的爱充满我，哈利路亚。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举双手敬爱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弟兄姐妹，我们全心交给准备。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身献给你，一切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
惜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生命气息的充满主耶稣。
感谢主，哈利路亚！掌声归神。好，把时间交给牧师。我们现在要收金角的奉献，我们请收奉献的招待员出来，收奉献的弟兄姐妹出来，来。好。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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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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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你是那君王，胜过黑暗之王，洗净心灵忧伤，带来喜悦平安。
全能神，掌管世上万有，除尽罪恶捆绑，赐给我新的生命。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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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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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让我们为奉献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回到来敬拜你。我们今早我们要献上我们第二次的敬拜，也就是我们金钱的敬拜。我们献上我们的1/10，和我们刚献的供物都献上给你。求主你悦纳我们的奉献，就好像你悦纳亚伯的奉献一样，看为上好的，你接纳而且喜悦的。主啊，你使用这个金钱来扩展你的国度，建立你的教会，让看到更多的生命能够改变，灵魂得到拯救。我求主你祝福那些给予的。我们给不是要想要得到更多，我们给是因为我们宣告我们是主草场上的羊，主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至于缺乏，因为我们是属主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不是给了会更少，而是我们给是因为我们要向全世界天上的、地上和地底下的宣布，我们是属于主的人。主啊，也祝福那些给予的，让他们做头不做尾，居上不居下，是借给人而不是向人借贷的。我们相信，我们不也交托，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神的百姓说 ，Amen 啊 ，Amen， 让耶稣的爱流露啊，感谢主啊。Alright， 请坐，请坐，请坐。要买鱼的、买菜的，这才讲啊。感谢主。Alright， 哎呀，我相信有人开心了，因为当然从昨天一对新人，今天就变成老公和老婆了。马上就一夜长大了啊，从新人变老婆老公啊，感谢主啊。那昨天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来宾，我们不是自己家里面的人，我们没有在这里。我觉得我在昨天比较不恰当，但是在这里说会比较恰当。那Vicky姐妹哦，她来教会做同工，到今天大概有2年了吧，对吗？2年吗？是，没错，2年了。当她来的时候，我跟她讲，你的过去我不感兴趣，但是来到这里槟城，这是你的人生的转捩点，对吗？你看，上帝是很奇妙的，这是你的转捩点。而且呢，可能其他同工也不明白为什么好像牧师很特别偏心Vicky这样，还帮他找屋子啦，还怎样和那样啊。其实你不知道，圣经有一个原则的，我们要接待远方的客旅，而且对于外国，就是不是我们本地的，我们要特别照顾。我们伯特利神召会虽然不是大教会，但是我们要有很大的心，可以听讲阿们吗？阿们。因为我相信上帝的心是大的，而且上帝的心意在这边教会也是大的。我们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外地来的同工与我们同工，所以因为他在外地嘛，槟城他是举目无亲的了，他是一个人了，
如果作为牧师不照顾他，还有谁会照顾他呢？所以对我来讲，当然啦，罗尼还没出现之前嘛，罗尼出现也是我的功劳了嘛，对吗？我没有牵这个线啊，哪有罗尼这件事情呢？对吗？你看我就在搞嘛，主啊原谅我啊！不过我是开心的，因为我看着维基助教，当然她不是我的女儿啦，不可能成我的女儿，因为我跟年纪跟她很靠近，但我也想在看着一个哥哥看一个妹妹出嫁的那种心情，所以我也替她开心。但是你总不是永远是外地人了吗？现在你嫁给槟城人了吗？现在你就是算是本地人了吗？所以你没有特别的优待了你就是真的是槟城跟我们一起同工了以后要加把劲和努力了，阿们，感谢主啊！好来，我们来看几样的报告啦。我们欢迎一些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当然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来自吉隆坡的。梁家明牧师，还有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妹妹，开始欢迎他。那么我们也欢迎后面一般新朋友到来了，对吗？我开手欢迎他，对吗？站起来可以吗？安迪呀，我看到有个安迪呀，有几个第一次来的，你们做得很棒。你们做得很棒，我通知你了，早一个星期，你一定要带新朋友来，因为今天梁家明牧师要来分享神的话语。告诉你绝对不会觉得说你今天就白来了，神有话语，透过他来对你说话，一定讲阿们吗？我们又讲到我们一直在推广。我们还要培训的就是我们的医院探访队，我们现在有10个人，我也希望继续的参加，或者你要不要参加？因为这个是 flexible 的，我们有去政府医院，我们也有去私人医院，去私人医院就不用看时间的，早上、晚上、下午都 OK 的，所以你就要 enroll 报名，然后我们就培训你，我觉得培训很重要，他这个培训的人一直 send 给我他的国校，每一天都带人信主的我们，每一天都带人信主，然后就转介给教会，要不然就他们从医院出来了，就正在去这教会的路上了，所以是很有果效的。我鼓励你，如果你愿意在这个传福音的侍奉上，请你加入。但是我也知道你在走前线的时候呢，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在抢灵魂的时候呢，魔鬼是很讨厌的，所以你一定要来上课，你不要踩雷，你不要上魔鬼的当，所以让你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讲，什么不应该讲，所以这个很重要，鼓励你参加11月29号的课程，1个小时而已，8点到9点，星期六。鼓励你参加，你学的更多，你以后出去的时候才不会中枪嘛，对吗？所以如何跟病人祷告或者陪谈等等，OK。然后我们有天使交换礼物，不强制，但我鼓励你参加。我们现在有15队，也就是有30个人报名了，拍手给耶稣。教会没有强制你，牧师没有强制你参加，或鼓励你参加，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很多年，你看我从创会到现在，我都不做圣诞交换礼物的，因为交换的礼物都是很失望的。我在5条路的家里面呢，我还吊着那个妈妈莎人家送给我的玩具，我已经21岁还那个玩具，说都不要了。但是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是用名字。下个星期就是11月了，我们会把的名字放在那个 class lot， 就是你们抽签抽掉那个名字，如果我抽到的是立柱的，我就
我就是他的天使，我就在暗中查看他，看他需要什么，我关怀他，了解他，所以我就买一份20块的礼物。如果你觉得买20块的不够，你要有多感动，你要买200块的都 OK 的，这是你的感动。所以让他有用，让他感觉到，哎，哇，这圣诞节是天使摸着了我，是给我一个是我很想要的礼物，所以鼓励你报名参加。他说，你说不是啊，万一那个人给我不好的东西呢？你放心，因为名单在我这里。我会替你找他算账，因为我也不希望有这样的人。我这样讲了，没有人敢乱来了，所以要 sporting 啊，教会就要 sporting， 我们就要真心真意的啊。所以鼓励你参加报名，我们现在有15队30个人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参加，小孩子也有了。小孩子还要呢，就这个。那么等下1点半我们有报佳音练习，请你留步。我们1个小时的练习而已。我们把今年的歌念熟它，然后我们有背圣经比赛，我们就背今天要背的经文，这是今天要背的经文嘛，对吗？是不是？是。哇，哈利哇，我告诉你们有背圣经比赛的。哇，我们一起来背吧！1、2、3，光。Amen， 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第3章19节。好，我话不多说啊，我要留好料，更多的时间给我们的梁家明牧师，我们拍手。热烈拍手欢迎他。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有个姐妹说：“我66岁了，很老了咯。”哇，66岁这还老了？66岁不老。我妈妈86岁啊，她86岁，她还可以上台讲见证。那个66岁的姐妹就是我妈妈，你可以叫我我的妈妈叫妈妈咯。你是66岁可以做我的妈妈的女儿，我妈妈86大你20年，所以我们不要讲老。虽然我老，但是我很有用，我活到老，学到老。你要宣告，不要整天讲自己老。刚才那个姐妹问江明牧师你几岁啊？她说我45岁哦。等一下我要请她吃东西了咯。我今年62岁，我都还没有讲我自己老啊，对吗？所以我们认识里面，你不要这样讲你自己老，你讲你自己很有。虽然我的肉体一天一天的衰老，但是我的内心一天新过一天。所以现在我将时间交给我的妈妈来分享她的见证啊。86岁了，我頭好暈。OK 啊，脱下來，我攞住。唔使。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廣東話冇相干嘅。冇相干啊，講下華語。我唔識講講到唔好，但係聽嘅人好有心聽。今日我仔叫我嚟講見證，我都係有多少緊張都要講，因為我個仔吸毒吸開17歲就吸毒，17歲就失敗粉，睡了20年，我都不知道，因為我隔壁的人跟我講，你的孩子失敗粉，我說沒有了，他說有一天他去失敗粉，吃到沒有錢，那些是非黨的人卻用腳踢他，踢到他的眼睛腫了。晚上12點去中央醫院看，那時看到1點多才回來。我回去一直流眼淚。現在我上台講呢，我不流眼淚，我又很高興在流眼淚。為什麼？講起來時間都很長，我大概講我的重點。
他吸白粉的时候没有钱吸，是会人打他，他很怕。我现在讲到，因为我的朋友叫你不用怕，我教你，你去拜茅山师傅。那时我去那里，他介绍我去拜茅山师傅。那个茅山师傅讲：“哎呀，有的救，我一天给你一张符，烧3天，放在茶杯。他说你每天就给他喝一张，他喝了3天，他就跟我講，都冇嘢嘅，又唔得嘅。後來就沒有辦法，我的親戚就叫我介紹你一樣，一定可以的。我說什麼東西？叫我進日本法了。後來他說你要練3天啊，練什麼？他叫我練南無可靈祈求，早上3點鐘就起來，練3天，練半個鐘頭，練了他又說有冇效力嘅，那麼怎麼辦？我就去找李雲泰，他寫一封信給我，去那個戒毒中心幸福毛那邊，去了大概有2-3個星期了，他頂不住，陰人起了，他就爬上去要偷走，又給他們踢到又是滿身都腫了，沒有辦法。那麼怎麼辦？我以前在中華大會堂做工的，那麼那些董事整天開會的，1個禮拜開2次。開會的時候有2個政治部的人，他說：“安迪，你多少個孩子？”我說9個，做什麼？他說9個哇，不是很好。我說好什麼？我的兒子吸白粉，啊，吸白粉啊！我介紹你去戒毒，我說不要了，每個人介紹都沒有。他說好好噶，後來他介紹我去哪裡，我問他，他說去教會。我說教會可以嗎？他說一定可以的。你有沒有信主？我說沒有，我拜拜的，我是拜一貫道吃素的。後來你不用吃素，也不用拜什麼，你去教會。但是一直叫我又不去，回來跟他講，他又不去。隔1個禮拜又開董事會，後來他說：“安迪，你要相信我，你的兒子啊不去教會一定戒不到的。”我說教會啊，他說你明天去 interview 了。那個去了那個 interview， 那個人講1個禮拜你就到回來，介紹我去8英里那個巴生8英里那邊印度人的那個傳道是印度人來的，他就叫他回去，你翻去啊食燒多啲，下個禮拜你就去戒毒咯。然後我就跟他講，要這樣久啊，不是今天啊。他說不是哦，1個禮拜哦，1個禮拜，哎呦，我說又要吸1個禮拜，後來我就去了。還有我2個朋友的兒子也是吸白粉，我就叫他們2個人、3個人一起去到那個印度人，他是傳道來的，也是基督教徒，他以前也是吸白粉的，他就問那2個，1個月要250塊，第3個就輪到我們了。他說安迪250塊，我說250塊我真的不能夠，因為我在大會堂做工，1個月才賺180塊，要養9個孩子，怎樣給？後來他說這樣啊，150塊了。我說150塊我都拿不起哦。後來沒辦法，他就姐姐妹妹1個人出一點，這樣就每個月給他150塊，他就是戒毒中心那個戒了10個月啊，10個月才放他出來。放他出來的時候，還沒有放他出來，那些法官呢又給一封信我，給一封信給我，要我擔保他出來，1000塊就不用，那2個人就要1000塊，他用那個鐵鏈綁着，他說羅馬吉，人家要錢都擔保他兒子出來，你不用錢都不要擔保我出來，他很生氣。後來我想到了，如果你擔保他出來了，他又再吸白粉，那麼又要我給1000塊，那麼怎麼辦？後來他戒毒回來的時候，剛好有朋友介紹他去那個恩典堂，
做童工做工，他很勤力，每次都去探访啊，传福音给人家。他们那些牧师看到他很有爱心，就给他做传道，给他做传道。后来又看到就给他做牧师。今天没有上帝，他没恩典，他今天不会来到这边讲道。啊，我听到我今天不是高兴到流眼泪了。所以现在有人没有信主的要赶快信主。我以前没有信主的，他们叫我信主，我说我不要信主，因为我拜那个一贯道，拜什么神都是一样的，一样的神。他的姐妹就讲不一样的啦，这个神很好的，改天你会上天堂。我说有这样好咩？会上天堂咩？是咯，真的咯。那么有一天我就想下，哎呀，就是信主，好像旁边有人叫我会信耶稣啦，会信耶稣啦，奇怪又没有人了，旁边有人叫我，啊，那么我就到2002年我就接受主，一接受主，按道。一接受主的时候，我就去那个新公会那个洗礼了，洗了礼，刚好那天洗礼又叫我讲道，死了我怎样讲啊？我都不会讲见证。他说不怕的，牧师就叫我讲见证了。隔2个礼拜又签人烟了，又叫我上台讲，死了我又华语又不是很好，讲广东话，不过有人翻译了，啊，那些人听到哇，很多人信主。啊，这样都机会到他了。我说是，我又跟他讲信耶稣很好哦。后来我就介绍朋友去信主，有很多信主。因为母亲节，我的儿子又叫我去讲见证，我说不要了，我都不是很会讲哦。他说没问题，听的人会听就可以了。又很多人信主，所以呢，这边没有人没有信主的，要赶快去信。耶稣的恩典够我们用了了。Amen。我的见证就讲到这边，谢谢。好，谢谢我的妈妈啊。将荣耀归给上帝。不用了。這個不要了。上帝是行神蹟嘅上帝。有啲嘢咧講唔到廣東啊咩，講唔到華語嘅。我做牧師咧就係咁啊，入廚房。出廳堂，上講台，左手揸雞蛋，右手揸鑊鏟，煎翻個荷包蛋。華語怎樣翻譯啊？華語很難翻譯，有些東西要講廣東話才可以明白的啊！所以我做牧師咧就係點啊？哇！喺教會裏邊咧要服侍老人家，服侍咗28年咧，話牧師要咩啊？要落廚房做咩啊？煮飯俾老人家食，跟住咧要出廳堂，廳堂咧就打掃啦。出完廳堂咧就上講台，上完講台咧就點樣啊？揸雞，左手揸雞蛋，右手揸蛋，煎翻荷包蛋啦！啊，今日嚟到呢個嘅教會好熱情啊！啊，即係教會嘅弟兄姊妹好熱情，所以咧今日好似翻到自己嘅屋企咁樣。檳城人好犀利啊！你講你隔離同隔離講你好犀利，又識廣東話，又識華語，又識福建話，又識客家話，又識馬拉話，又識咩啊？印度話，識印度話冇？唔識啊？應該冇練嘅，耍步啦，唔打你都死你，打你仲更加快嘅你。話我哋咧馬來西亞人咧好犀利啊，7種語言，香港人咧好羨慕我哋。香港人講話你哋馬來西亞人咁犀利嘅，咁多種話就講咁多種話，同馬來人就講馬來話，同唐人就講咩啊？唔係講廢話，廣東話、客家話咩話？所以咧，我哋馬來西亞咧，神咧要用我哋嘅馬來西亞嘅弟兄姊妹，所以你相信神要使用我哋嘅生命。今日咧要同大家嚟分享超越時空嘅愛啊！你相唔相信有神蹟事情發生？你要相信神蹟要發生啊！聖經同我哋講喺馬可福音16章15節嘅17節，16章17節講咩啊？信的人就有神蹟奇事隨着我哋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點樣得到醫治啊！你奉耶穌基督嘅名字，我嘅身體上咧5臟腑都壞晒㗎啦！我25歲嘅時候，醫生就幫我講
巴咧魯馬東姑馬啲。醫生講咧，你翻去等死，話25歲，醫生就講判定我死刑啊，點算好啊？25歲喎，醫生都冇辦法，但係我哋嘅神有辦法，我哋嘅神係咩啊？全能嘅神啊，在神嘅手中係冇難成嘅事啊！你要相信。今日咧，我揾唔到個醫生，就或者個醫生死咗，我都仲未死啊！25年。25歲嘅時候，依家我今年62歲，幾多年咗啊？37年啊！37年都仲未死啊！你講我哋嘅神威唔威水啊？犀唔犀利啊？哇！我哋嘅神喺沙漠裏邊開江河嘅神，喺曠野裏邊開道路嘅神，喺神嘅手中真係冇難成嘅事。嗰啲人都唔相信啊！我媽媽仲講咩啊？話你念經啊！日本神啊，又念咩南無我念祈求啊！呢條鎖匙鐵鏈嗰度念經嗰度出咗去啦，冇力。食好多苦漿冇力，拜咩神都冇力，只有耶穌基督正有力啊！因為當我一信耶穌嘅時候，耶穌就住喺我裏邊，聖靈與我嘅心同證，我就是神嘅兒女啊！神嘅能力就住喺我裏邊。以前呢度控制呢度，而家呢度控制呢度。話因為耶穌基督住喺我裏邊，我裏邊正有能力可以面對呢啲嘅問題。白粉唔係咁容易戒㗎，我同你講。我5大嗜好都拿晒咗，嫖、賭、飲、蕩、吹。哇！5大嗜好你玩完啦，5大嗜好你要改變。如果你靠自己嘅能力，冇辦法。如果我靠自己嘅能力都唔要吸毒吸咗10年啦，打針打到咧差唔多就嚟死㗎啦。但係上帝嘅恩典監命你唔死得，你留翻喺度咧為耶穌作見證，榮耀神嘅名字。所以今天早上咧嚟到同大家分享超越時空嘅愛啊！人嘅愛係有限，神嘅愛咧係無限嘅。所以喺呢個馬太福音裏邊咧講到，喺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邊。他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瑪利亞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嘅百姓從罪惡當中救出嚟。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咧翻出嚟就神與我哋同在。約瑟醒了就起來，就遵着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娶過嚟，只是沒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耶穌個名就叫救世主。呢個咧就係神蹟嚟㗎。童女懷孕啊，一個人未結婚嘅人咧，有冇可能要生細路哥？所以咧，神咧要透過瑪利亞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界上，就要救你同埋我。好多人咧，我哋傳福音嘅時候都係講：哎呀，我都冇做錯嘢，冇似梁家明咁樣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冇屍骸，全部都係好人嚟嘅，得梁家明一個咧做壞事。所以好多人都講佢冇做，但係我幫嗰啲硬啲嗰啲硬嘅講啊，你冇做錯嘢。你個思想上唔應該諗嘅嘢，諗污糟邋遢嘅嘢，呢個就係罪。我哋唔應該講嘅嘢咧，我哋點樣啊？鬧人啊、咒人啊、督人背脊啊！我細細個睇到阿婆啊，攞個公仔剪咗個公仔紙咧，啊攞個鞋咧打人，打小人啊，打咧咁樣講人哋咧生仔冇屎忽，呢啲就咒人哋，呢個就係罪。我哋應該做嘅嘢，我哋唔去做咧，呢個就係罪啦。所以咧，每一個人都有罪啊，因為聖經咁講，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嘅榮耀。全世界嘅人都犯咗罪啊，包括我在內。世界上冇一個好人，每一個人都犯咗罪。但係人有罪唔能夠去到神嗰度，神又要愛你點好？
所以咧就咩啊？差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間上，就係耶穌要嚟救你同埋我。我哋唔好自誇，諗住靠着自己。好多人咧靠着自己咩啊？我行善積福，靠自己得冇？唔得。聖經講咩啊？你們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不是出於自己，也不是出於咩啊？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冇得好誇嘅。所以人有罪，神就點啊？因為聖經講，因為罪嘅工價就是咩？死。唯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裏乃是咩？永生。罪嘅工價就是死啦。每一個人都死喺罪惡當中。但係咧，神咧點樣？神嘅慈愛，第二點咧就係咩？神嘅嗰個慈愛啊！神咧慈愛，神嘅慈愛咧，神就愛我哋。神咩啊？愛咩人？嗰啲外國人嚟到傳福音，並拎啊！我喺並拎好多嗰啲外國人嚟到傳福音啊！嗰啲宣教士啦，哎呀，神愛西人，變咗我哋壞人諗住咧，呢個嘅神咧係咩啊？外國人嘅神。跟住咧講神愛死人。佢講廣東話唔準嘛，住佢諗到咧神愛死人，神唔係愛死人，唔係愛西人，神愛世人啊！世人就係全世界嘅人，無論白皮膚、黑皮膚、咩黃皮膚咩人，神愛全世界嘅人。所以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生子賜給他們，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所以咧，神咧就咩啊？扭轉乾坤，耶穌嚟到個世間上。所以好多人諗住咧聖誕節咩？聖誕節究竟聖誕節係咩意義？好多人慶祝聖誕節，好多人咧冇信耶穌人都慶祝聖誕節嘅喎。有時我去屋企探訪，喂，Auntie，Uncle，你未信耶穌，有咩整一個聖誕樹嘅？我聖誕樹係裝飾啫。啊，有啲人諗住咧，我聖誕節聖誕老人派禮物，做乜諗住禮物？我有啲人諗住咧12月24號平安夜食火雞，做乜諗住食？但係嗰個主角唔係火雞，唔係聖誕樹，嗰個主角係耶穌啊！耶穌要從罪惡當中救佢嘅百姓出嚟，所以神愛人。今日神就愛我哋每一個人，所以耶穌嚟咗呢個世間上，跟住耶穌為我哋做咩啊？第三，十字架嘅救贖啊！耶穌嚟咗要完成呢個嘅救贖咧，就咩啊？耶穌要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而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着咩啊？耶穌的血，藉着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是所犯的罪啊！所以好多宗教冇講罪噶，好多宗教講咩啊？條條馬路通羅馬，有啲你去到花園嗰度死路一條啊，冇條條馬路通羅馬。所以咧，人犯咗罪就要藉著邊個啊？耶穌基督嘅血，血不流罪就得赦免。所以我媽媽拜好多宗教啊，冇講到罪嘅。哎呀，你做咩？以前我媽媽咧拜一貫道咧，佢講你度36個人咧就可以上天堂。呢個係靠行為。所以我媽媽後悔咗啦，話度咗嗰啲女啊，呢個女又一貫道啊，我姨叔啊、姨嬸啊又一貫道啊，好多人都咩啊入咗一貫道。哇！感謝神。剩翻101個梁家明，渡唔到我呢個梁家明。你知唔知我去到佐科嗰度啊？我姨叔、我姨嬸係堂主嚟㗎。哇！佢同我講到咧，佢哋嘅一貫道咧好犀利啊！佢講咧我嘅新抱啊護照唔見咗啦。跟住咧佢哋念經啊又點樣咧？有人咧攞個護照翻嚟啦。話跟住咧佢哋開會嘅時候咧坐住個凳，12張凳。11張凳有人嘅，一張凳冇人咧，影咗相係咪有個濟公坐住嗰度喎？話睇魔鬼幾犀利啊！佢要咩利用人，跟住咧我二嬸咧二叔咧講家明你上去上邊，上去上做咩？開你嘅智慧眼，十字架呢個就智慧眼，點一點你就明白真理啦。我講唔使啦，我幫佢講耶穌就係咩啊？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耶穌就唔能夠到神嗰度去。佢講我唔服。因為我去佐科探我爺嘅時候講咁服，我就冇去入天道教。話係俾我幾多甜頭，我二嬸講：阿家明啊，你咁樣咯，你去到你我開個佛堂俾你，你又做堂主，介紹個女仔俾你識，跟住你娶老婆，話講到天花龍鳳喎。
話嗰陣諗到咧話又幫你揾老婆啦，又俾屋你啦，又呢啲嗰啲啦，呢啲全部咩啊？睇你貪唔貪，我就唔貪啦。講我只有耶穌可以幫到我。跟住耶穌為我上十字架，跟住耶穌係咩啊？復活嘅盼望。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所以我哋唔驚啊！我哋人生裏邊一定要面對生老病。催大家嚟時呢句説話唔好講，我哋華人都好驚嘅。嗰啲晏啲啊，尤其是啊，有時我哋探訪啊，佢講你唔好着黑衫啊，做咩唔好着黑衫嘅？黑衫驚嘛？黑衫咧，佢哋諗到你死啊！哇，黑衫咧最好你着紅衫啊，唔好着黑衫，着黑衫你驚嘛？所以佢哋咧就拜好扮拉咧，我哋還好扮拉轉啦。唉，人生咧生阿路阿伯，我邊個姨叔姨嬸咧，邊個咧就移民咗去，唔知道移民啊！好聽多就移民，你諗住你屋企人咁好啊？移民咗去加拿大啊？移民咗一啲咧講咗咩？行咗車，喂！個車行走咗，巴車啊，行車咗，有啲係咩？去咗，有啲走咗，有啲點樣樣？我姨嬸講，有啲人講叮當咗，咩叮當嘅死咗都唔知講叮當。哇！人好驚啊，驚到人生行完最後一程嘅時候，唔知道去邊度。所以咧，我就幫你講，人生裏邊雖然有生老病死，死後如果我哋信耶穌嘅嘢咧，我哋就點樣樣能夠去到神嗰度去啊？呢個就係我哋嘅盼望，每一個人都要面對嘅生老病死呢個事實。但係有一日我離開個世界，我唔驚，我知道我要去邊度。你知唔知你去邊度啊？知嘛？有一日阿婆唔知喎，佢講咧嘉明牧師啊，咩事？你去五金店買個樓梯嚟，我仲喺買樓梯嚟嘅。如果買樓梯掛住你個籃嚟，掛住籃你咧，大擺上天堂咧，爬樓梯跟住我上天堂。我講邊個死先都未知喎。我唔可以帶你返荷蘭喎！我講你只有你信耶穌，當你口裏承認，心裏相信，神叫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你口承認，心相信，唔係靠著梁家明個樓梯上天堂上唔到啊！你冇揾你麥基牧師，麥基牧師又去買一個樓梯嚟，跟住麥基牧師上天堂上到冇？上唔到。有啲人冇諗住你嚟教會就上到天堂，嚟教會上到天堂冇？上唔到啊！你講我聖誕節都嚟食火雞㗎嘛？食火雞可以上天堂嘅咩？所以有啲人信耶穌信到糊裏糊塗，唔係啊！當你一承認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嘅救主，你就得救啦。跟住落嚟，呢度啫就係我哋嘅家族啦。我阿哥，我兩個阿姐，跟住我排第四嘅，跟住有5個阿妹，九兄妹。九兄妹咧，我老豆咧去咗新加坡啊、印尼啊做工咧，10幾年冇翻過嚟。哇！我哋家庭咧，話我媽咧就咩啊？諗住拜多啲神，拜得神多，神保佑啊！好多環咁咯，咩神都拜到滿天神佛。話我屋企有觀音，有關公，有地子，有祖師，有做君，有天神，咩神都拜啦，拜到咧搞唔掂啦，屋企烏里單道，又去咩啊？拜日本神，又拜天道教，拜嚟拜去，越拜就越加難啦，搞到老公冇翻嚟，仔又食白飯，女又跟老走，成個家庭玩完啦，真係成個家庭咧。成個家庭玩完啦，點算好呢？哇！神咧知道上帝嘅恩典夠我哋用，所以上帝講要拯救一個，嗰個就叫做邊個？梁家明啊！話你知唔知我細個原本係好聰明嘅，我排第4嘛。我爸爸咧就點樣樣，成日捉我嚟鬧喎，唔知發生咩事。以前喺怡保，我爺做生意噶嘛，將個生意交俾我爸，我爸咧破產咗咧，就將個責任推響我身上度喎。有可能我爸爸咧嗰陣時咧就諗住有一個仔2個女，叫做家明咧，跟住有可能去問神喎，問神3溝6，問耶穌4溝8，問我就唔使女。有可能佢講呢個仔生出嚟咧陀衰家，黑命，運數唔好，使到個家庭唔好咧就點樣呀？要生個仔嚟補償呢個厄運，迷信啊！所以我媽媽咧一生，第5個係女。
再生第六個又係女，再生孖女啊！我呢個孖女係大七大八啊，第七個冇嚟咗大八，又生孖女，再生第九個又係女。人算不如天算啊，點算好？生咗5個都係女，本來好好嘅嘛，一個家庭，一個仔，兩個仔兩個女，迷信落去生，因為我出世嘅時候賴我身上，話我帶嚟黑命啊，唔好運啊，帶到屋企咧搞到咁樣，唔係我嘅問題啊，係我爸嘅問題又推落我身上咗。原本我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嚟㗎嘛，好彩我個名唔係我老豆安啊，我個名安，我老豆安就死啦，叫做梁蠢材。我個名就我媽安嘅，我媽咧就安我叫做梁家明。梁家咧有一個梁家明咧就係梁家明咧，有一個聰明仔就係我咯。你知唔知啊？我4歲啊，4歲啫。話我4歲都要諗啊，話我將來長大咗要做咩你知冇？因為好多窮人俾人蝦啊，我細個喺度諗啊，話我將來咧要做律師。律師你一定要讀好多書，你先可以讀到律師噶嘛。成日就俾我老豆鬧，蠢到死，生嚿叉燒你食啊，好過生你啊！成日捉我嚟鬧喎，鬧到我咧原本我係好叻噶嘛。你知唔知我1年級嗰陣時考試啊，54個學生俾你猜下我考第幾？54個學生俾你猜下我考第幾？考第4名啊，佢都仲鬧你，蠢咁蠢嘅，考第4名仲蠢。54個學生，你已經好過50個學生嘛，都話你蠢嘅。蠢就成日諗住係咯，我好蠢嘅，梁家明好蠢嘅。我老豆教我讀書啊，你和他，我和你他，教到咧，我講呢個係和字咧，佢又捉你打；講兒字咧又打，他又打，你和他都打。究竟邊個字啱嘅？讀啱咗佢都捉你哋打。話唔蠢都俾你鬧到蠢啦，點算好？原本有夢想，細個要做律師，律師又做唔到，哎呀，灰心啦！考試嘅時候，6年級考試嘅時候，鄭天考試啊，原本我諗住我考好叻噶嘛，一出嗰個成績單出嚟咧，考咗7個 D 喎，咁叻個人考7個 D，7個 D 即係7科唔合格啊，全部紅字嚟嘅，得一科合格攞 A。科花活動就攞 A 啊！全部都點樣做律師？哎呀，律師做唔到冇相干啦，做騎師啊！騎師真係騎馬嗰個騎師啊！因為我細粒嘛，唔過100磅咧就可以做騎師啊！哎呀，做騎師就要點樣？要讀到書先可以做騎師嘛，最少都讀到方法先可以做騎師。騎師又做唔到，哎呀，律師做唔到，騎師又唔做，做廚師啊！都有個師字響啱你嘛？點知道諗住做廚師？廚師你有識中文字，有識字嘅嘛？你開單你要炒菜睇唔到，原本炒鹹蛋你又炒咗黃蛋，你又唔識字點樣好？哎呀，律師做唔到，騎師又做唔到，廚師又做唔到，係咪好失望？但係唔好失望嘅，上帝講你唔好做律師，唔好做廚師，唔好做騎師，做牧師。所以今日做咗牧師啊！你睇4歲之啊，神咁我嘅夢想咧，神就幫我成就啦。所以神就行神蹟啦。你去做牧師，牧師嘅身份就係律師嘅身份。律師就要幫犯人求情，同法官講。我哋做牧師就要將人帶到去神嗰度去。所以咧，我嘅夢想咧，神幫我成就咗。哇！感謝主啊！當我爸爸咧10幾年冇翻嚟，翻咗嚟啦。跟住咧，我爸爸嚟到咧教會信耶穌，呢個咧就係我幫我爸爸洗禮噶啦。哇！仔幫老豆洗禮，以前佢唔中意我嘅，應該我咩啊？親佢病就咩啊？攞佢命。但係神講唔得，你要饒恕你爸爸。如果你唔饒恕我，知唔知我媽媽最清楚噶？細個由細個打到我大啊！哇！我老豆唔知咩人嚟噶，將我腳趾公綁住吊住嗰上邊。腳趾公響上邊，兩個腳上，頭響下邊，吊住啊！跟住攞嘢嚟打到我成身啊！以前我老豆用2夾4剝我頭波咧，我有5間紅毛瘤啊，又唔係好傻喎，好奇怪喎！話捉住我頭咧，呢個有一條痕嘅，拱落個樓梯有啊，呢度啊，流咗好多鼻血，話虐待我，跪屎冚學。以前咧跪屎冚跪地址啊，一支香唔夠啊，跪2支香啊！跪完2支香企上嚟嘅時候點啊？腳都軟埋啊！
腳冤又俾佢打，掃地咧喺屋企掃地又俾佢打，掃出又打，掃入又打，掃出嚟咁啲將個菜掃埋出去，我掃翻落嚟，掃入嚟又打，掃左又打，掃右又打，掃邊度好？哇，好辛苦啊！細細個，原本我係好叻嘅讀書，又俾佢搞到咧，呢啲唔得，嗰啲唔得，哇！人生真係好困難。跟住咧，我點樣？我信咗耶穌嘅時候，耶穌講你要饒恕你爸爸，佢以前所做嗰啲嘢，佢唔要得。今日你要饒恕。原本你知唔知啊？點解我17歲要參加黑社會，就要斬我老豆96啊？哇！你細細個咁樣對我，我長大咗我就入黑社會咧，斬你96。感謝主，好彩我信咗耶穌，冇斬佢96。響17年翻到嚟啊，都係我去照顧佢啊，落醫院啊，點樣啊，幫佢啊。哇！佢接納我爸爸，我爸爸咁樣對我。翻咗嚟啦，佢就信咗耶穌，我就幫佢洗禮啦。嗱，有個水池幫佢洗，呢個證據嚟㗎。我就奉聖父、聖子、聖靈為你施洗，飲多啲水飲醒佢。醒咗啦，我爸醒咗咯。翻到嚟，跟住信咗耶穌，話個性格仲未改啊。但係咧，我哋接納我爸爸，所以我爸爸信咗耶穌，我媽媽又信耶穌。我哥咧喺舊年裏邊咧又帶佢信耶穌。我哥65歲有 cancer，已經過開身啦。喺醫院裏邊，所以去醫院好重要噶。我媽媽嗰陣時同我講：你快快為你阿哥祈禱啦！祈禱喺馬大醫院裏邊咧，佢中咗 cancer，一下忽然間咧成個人瘦晒啦。我就醫院傳福音俾我哥信耶穌，我就帶我哥哥信耶穌。帶我哥哥信耶穌咧，跟住咧就幫佢灑禮，灑完禮咗咧，跟住過咗身咧，我就幫佢主持安息禮拜。話睇下上帝嘅恩典啊！一個一個帶我哋上，我仲有大陸嗰個妹咧，佢咧3個婚姻咧烏哩單到頭一個丈夫，大個丈夫係台灣人，第3個丈夫，跟住咧佢有一日咧佢想自殺死噶啦，蘇病格納斯，諗住我跳樓噶啦。跟住咧，耶穌俾你睇到十字架，跟住信咗耶穌，成家人信耶穌啊！哇，上帝嘅恩典啊！所以咧，睇下我爸爸媽媽信耶穌，我啲阿妹一個一個信，有宣告：一人得救，全家人都要得救。使徒行傳16章31節講啊 ，Vicky 啊，點解去信耶穌？就係我哋咧日日為你祈禱啊！我二叔嘅仔啊，我嘅堂細佬都信耶穌，一個一個信耶穌，一個人可以帶到咁多人信耶穌，就係祈禱啊！你知唔知啊？你要祈禱，你冇成日負責唔得㗎啦，唔得㗎啦，冇講唔得就你大伯生個仔叫做阿德，咩都唔得。我媽好似鐵咁硬都信耶穌啊！就要靠我哋祈禱捆綁晒黑暗嘅勢力。跟住咧嗱，我媽媽嗰啲信耶穌，跟住咧嗱，一個食白粉坐監就嚟死人嗰個咧就係我啦，隔離嗰個就係我大女啦，嗰個咧就係師母啦，佢哋唔得閒嚟去開，我老婆係師母係開安老院嘅照顧老人家嘅，嗰個就係我細女啦。我大女讀書嘅時候，爸爸唔係好叻，但係咧上帝嘅恩典咧。我個大女係咪讀書考方翻嘅時候考咗8個 A 哦？哇！上帝嘅兒女幾聰明，考咗8個 A， 1個 B 哦。我就考7個 D， 1個 A， 佢就考8個 A， 1個 B。哇！上帝真係好奇妙啊！話我女咧讀大學咗大畢業，而家做工做生意，啱啱尋日我幫佢一齊食飯食嘢，跟住我細女咧。都係好叻嘅，你考到3個 A， 5個 B， 方塊全部合格。不過咧，佢病住房間喊喎，我就問佢咩事情喊咧？佢講啊，阿姐考8個 A 1個 B 喎，我考3個 A 5個 B 喎。我講有咩好喊？好好成績嘛，3個 A 5個 B。你老豆啊，考7個 D 都仲未喊啊！哇！跟住又好開心，係咯！我老豆考7個 D， 都仲未喊。你考3個 A 5個 B 應該好開心噶嘛？我又鼓勵唔使擔心嘅，依家你好好噶啦。師母咧就點樣樣？師母就開安老院嘅，照顧嗰啲老人家嘅。喺我哋成個家族裏邊咧，上帝幾奇妙啊！知嘛？一個食白粉坐監嘅人，嫖到陰堂出去戒毒所，馬大佬俾人打到差唔多就嚟死噶啦，想去跳樓。呢度有幾多層喺度
我就響半山巴何清苑嗰度嘅16樓企上去上邊咧，望落去咧，本來想跳落去嘅咧，驚一跳落去唔死得喎，腳斷咗又驚喎，跳樓又冇勇氣喎，翻到屋企諗住住唱都有2夾4嘅，攞鐵線吊紙度咧，跟住咧攞張凳一掉落去，又驚個頸走出嚟唔死得喎，要自殺死都艱難啦！哇，冇勇氣啊！所以當人嘅盡頭嘅時候，就係神嘅開始啦。就係我媽媽講，我媽媽喺中華大學做工，識得個政治部嘅警察嚟同我傳福音俾我聽啊，俾我頂到佢咧唔似人啊！我哋唔曉信耶穌嘅，我哋拜神嘅，我成日幫人講問神3溝6，問耶穌4溝8，問我就唔使累。話嗰個政治部警察都俾我講到咧，佢都唔知點樣答我。佢嚟揾我，我就前面嚟揾我，攬你我走咗去。但係神咧唔放過梁家明，你唔好走啊！神用咩方法嚟搞掂我？你知唔知啊？話我哋好硬頸嘅人，因為我哋講咩啊？講銀紙嘅，撈萬呢撈多，冇錢冇得傾。信咩耶穌？信耶穌有飯食啊？成日頂人哋嘅。你信耶穌講，哎呀，嗰啲人信耶穌做咩？成日祈禱黑蒙眼嘅，唔通一祈禱就有銀紙跌落嚟咩？嗰啲人唔使做工嘅咩？話如果唔使做工，我都祈禱話，今日我要雞又跌雞落嚟，今日我要黃金又跌黃金落嚟。嗰陣時我哋唔明白，原來咧我哋祈禱係感謝神啊！感謝神今日俾我哋有健康、有飯食、有金錢用啊！跟住咧，神好幽默嘅，神就咩透過呢個政治部警察，我媽媽同我講：哎呀，家明你冇向馬來西亞去台灣啊！你台灣你有出國際護照啊嘛？我又冇國際護照，跟住咧就要有揾報生紙喎。我媽媽將我哋嘅9兄妹嘅報生紙擠落個牛奶蚊入邊。我哥嘅報生紙有，我2個阿姐嘅報生紙有，我嘅報生紙唔見咗，我個5個阿妹嘅報生紙有，淨係我一個唔見咗。話神咧用呢招嚟搞掂啦，跟住咧我媽媽就叫我揾政治部嗰個警察帶我去出報生紙。話我出咗報生紙，話咁好嘅，好人應該死晒啊嘛，仲有咁好嘅人，我又冇利用價值，點解要幫我咧？跟住出咗報生紙就幫我咧出國際護照，再埋我去出國際護照。話我攞住個國際護照翻到屋企一路食白飯一路喊啊！因為個政治部嘅警察同我講4個字，唔係叫你買馬標啊，4個字啊！佢同我講咩啊？耶穌愛你啊！話佢講呢句時候，眼水我都飆啊！我拜咗咁多神，未聽過要神愛我嘅。爸爸唔愛我，好多人都唔愛我，但係咧耶穌愛我。我講耶穌，我做錯咁多事，你都愛我咩？佢講愛你，最重要咧，你悔改，你改。我就攞咗呢個國際護照，一路食白粉，一路喊嘅時候，我講我唔愛去台灣，我要揾耶穌。耶穌究竟係邊個？何方神聖咁犀利嘅？我媽媽咧就帶咗我咧，嗰個政治部嘅警察就介紹咗我哋去到巴生戒毒中心。一去到嗰個戒毒中心，誒，耶穌係印度人嚟㗎？做咩帶咗我去巴生印度人嚟嘅喎？我又唔識講印度話，做咩去到印度戒毒中心喎？哇！點樣好？點算好啊？我媽媽又睇到佢好辛苦，9個仔女又帶到我 interview 咗5次啊！而家9鐘未先，話好少12點半噶咯，咁快脆嘅，講唔晒喎，點樣好？跟住咧去到戒毒中心嘅時候咧，就係咩 interview 咗5次，佢正俾我落去，係咪睇我心有心去改？跟住我落到去嘅時候，哇！佢講印度話我又唔識，講馬來話又唔識，講英文我唔識。點樣蒙查查？好啦，心諗住戒咗2個禮拜走人噶啦。話當我想戒2個禮拜走人嘅時候，我媽媽又嚟探我，就睇到我媽媽攞咗一支涼水，入邊咧有好多個咩符漿燒咗落去，諗住俾我飲咗符漿有解決唔到嘅。話跟住咧，我講耶穌，今日如果你咁真嘅，如果你醫好我個病咧，我就相信你真噶啦。話夜晚又瞓唔到覺，又食唔到飯，成身咧生咗毒瘡啊！因為食白粉打針打到身體上咧全部壞晒啊！哇，恨到頂唔順啊！跟住我講耶穌，如果你咁真咧，我依家跪喺度，
如果你今日醫好我個病咧，我就相信你係真㗎啦。嗰陣時我就自己為自己祈禱，講主耶穌啊，以前我做錯咁多嘢，今日你赦免我個罪，主啊你救我啊，你醫好我身體個病啊，我身體上咧五臟六腑啊、神經線啊全部啊壞晒啦，由頭醫到腳。哇，1000單都冇咁快啊！一祈咗禱係咪夜晚可以瞓覺？夜晚個身體上嘅病咧全部冇晒咯。哇！耶穌真係犀利啊！我就喺度親身經歷到呢位神真係真㗎。我以前連咩經都冇用啊！我一祈到耶穌醫我身體上嘅病咧，我可以瞓覺，可以做咩都得。跟住我知道呢位係神係真㗎，所以我就將生命交俾耶穌。講耶穌，你救咗我個命，你要我做乜嘢就做乜嘢啦。當我響27歲信耶穌嘅時候，到依家35年啦。哇！全部都係上帝嘅恩典，好多人咧唔相信啊！我老豆以前都講啊，如果你戒得甩啊，我個頭剁咗你俾你當凳坐。哇！全部講話嗰啲説話唔聽得㗎，我啲朋友仲個衰添啊！同我講啊，嘉明你去雜貨店啦，買條鹹魚翻嚟，買條鹹魚翻嚟做咩？攞去蒸啊，蒸豬肉啊！佢講買條鹹魚翻嚟攞盆水嚟。嗰盆水擠住到個鹹魚掉落個水嗰度，如果個鹹魚可以游水，你就有得救啦。鹹魚可以翻生嘅冇？如果你唔相信，而家叫牧師買條鹹魚翻嚟，我哋試驗下睇，擠落呢度，由個一盆水掉落去，鹹魚唔可以翻生嘅嘛？佢就判你咧冇得救嘅啦。哇！出邊嗰人講嗰啲説話冇得救啦，你判斷你死梗嘅啦。又叫我瞓火車路。等貨車嚟個硬落去咧，你就可以咩啦？有得解得到啦。又叫我去雜貨咩啊？家私店買4塊板翻嚟，嗰4塊板翻嚟做咩？釘棺材啊！釘咗個棺材瞓落去，你就可以改啦。棺材咪4塊板，1塊、2塊、3塊冚落去4塊咯。哇！絕晒腦咯！所以神嘅恩典，神講唔曉嘅，有我喺度咧，你就有得改啦。所以咧，生命咧就改變咗啦。話跟住再落嚟，冇咩時間噶啦。話跟住咧，我信咗耶穌，神就要用我，叫咩啊？兩間咩？冬天裏嘅溫爐啊！話我係溫爐嚟嘅咩？我唔斬你90度都偷笑咯，溫爐。神改變咗我嘅生命。話就喺半山巴嗰度咧，帶咗好多老人家，喺1997年就去傳福音，俾嗰啲老人家認識耶穌基督啊！97年到而家幾多年啊？28年，帶咗幾多老人家信耶穌啊？帶老人家信耶穌最緊要有咩啊？就好似聖經路加福音4章18節，主的靈高在我身上，叫我傳福音俾貧窮嘅咧，受壓制嘅得釋放，受捆綁嘅得自由。要需要神嘅恩膏、神嘅恩寵、神嘅同在，你就可以將福音傳俾嗰啲人。聖靈降臨在你身上，你必得着能力嘅。並要在耶路撒冷、撒瑪利亞、猶大全地，直到地極為主作見證。你知唔知啊？我都冇諗到啊！哇！好彩今日你牧師冇叫我參加聖經比賽。你知唔知我參加聖經比賽背經啊，攞冠軍㗎？信冇？嗰啲唔相信啊！哇！嗰陣時咧，嗰啲唔相信咧，7組啊，有7個牧師喺度。佢講聖經比賽啊，就問咗問題，跟住背聖經比賽，我就背馬太福音9章35節到38節。睇下有機會我做翻你去參加聖經比賽，攞100扣，車腳都唔夠。嗰度講咩啊？佢講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醫治各樣嘅疾病。他就看見許多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伴。於是對門徒說：又要收得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莊稼。35節背到38節，可以攞冠軍冇？哇！上帝俾我有智慧聰明，雖然你冇讀過書，但係咧聖經裏邊咧，上帝講嗱，我俾你恩賜，你背聖經。聖經真係嗰啲牧師都驚咗我，話攞冠軍喎，律師做唔到可以攞冠軍啊！所以上帝嘅恩典帶咗好多老人家信耶穌，所以全部都神嘅恩典啦。跟住再嚟，
啊，信耶穌好簡單嘅啫。啊，第一樣嘢咧，信耶穌就係咩啊？罪得赦免。我們若認自己嘅罪，神係信實係公義嘅，必要赦免你嘅罪，洗淨你一切嘅不義。信耶穌第一樣嘢就同我哋講罪得赦免。第二樣嘢與神和好，跟住第三樣嘢啊，趕時間啦。成為神嘅兒女啊！你知唔知我哋信咗耶穌，原本我哋係該死嘅罪，但係神俾翻我哋身份，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做咩？神嘅兒女啊！幾威水！以前我行路頭耷耷眼濕濕，見到銀紙唔要執。依家咧我係咩啊？神嘅兒女啊！幾威你知唔知啊？我成日幫佢老人家講，你嘅身份咧就係咩啊？你就係公主，你就係王子。老人家照鏡睇下先，佢講梁家明講係王子喎，但係着喺龍袍都唔似太子咁。佢唔相信神嘅話語講，我就相信啦。我哋就係公主王子，神俾我哋權柄，你一接受耶穌身份就唔同咗，做神嘅人。跟住落嚟，第四得到平安啊！哇！你知唔知啊？信耶穌聖經上講咩？當你一信耶穌嘅時候，你耶穌咩？雖然在世上有苦難，但係你要放心，在耶穌基督裏有咩啊？平安啊！跟住第五樣嘢，最尾一樣嘢咩啊？有得到永遠嘅生命啊！詩篇23篇6節嗰個咩啊？我哋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哋且要住在神嘅殿中，直到永遠啊！死開你唔使驚去邊度啦！去上邊，住響神嘅殿中，直到永遠啊！今日我哋響在世嘅人所做嘅嘢，將來翻到神嗰度，神俾我哋咩賞賜？所以你要去醫院探訪，要醫院做神嘅工作。好多人好中意揾我去ICU嘅，ICU做咩啊？差唔多就嚟死嘅人揾我去啦。話一擺咧，去到醫院嗰時候 ，ICU 嗰個黃先生，佢個女叫我去探嗰個黃先生嘅，嗰個黃先生咧差唔多夠鐘噶啦。我去到醫院點樣好？如果插字後嗰個插字後，我講上帝啊！如果你有請個生命，神你俾我恩膏，俾我能力，我有傳福音俾個黃先生。跟住到醫院裏邊咧，就喺我耳仔邊講：黃先生，嘉明牧師嚟到啦！依家好緊張啦，你要唔要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救主啊？如果你有信嘅，喐手指，哇！真係喐手指喎，咁聽話嘅。跟住而家你口裏邊咧，我講一句，你跟住我講一句。如果你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救主咧，我講一句咧，你就跟住我講。所以你講唔到，你心裏邊講。聖經講口裏承認，心裏相信，神叫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就得救。黃先生，你信耶穌，你喐手指，你就喐手指。哇！感謝主啊！響ICU昏迷緊都仲可以信耶穌啊！呢個就係咩啊 ？Anointing. Today I believe Jesus give the power, give the anointing. 今日我相信耶穌俾你能力同埋恩膏，你就傳福音。嚟我哋大家嚟到唱最尾嗰首歌，主耶穌，主耶穌。陣間你有咩需要，有咩未信耶穌嘅咧，你行到前面嚟。神喺我哋嘅心，神愛我哋每一個人。如果今日你未信耶穌，你把握你嘅機會嚟到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救主。如果你身體上有病嘅，你出到嚟，我為你祈禱。上帝要愛你啊！上帝要醫治你啊！就是那些靠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心靠主耶稣，乘着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如果你有什么身体的病痛的，请你走出来，不是要为祷告。如果今天已经要到你感动要接受耶稣的，也走出来，不是要为祷告，不要错过这机会，不要错过这机会。上帝在跟你讲话，今天就是你的神迹。今天就是你接受神迹的日子，赶紧走出来，让上帝医治你。阿门。
你需要上帝医治你的，你有什么问题需要祷告的，你走出来，你不要害怕。我们一起走来，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到主耶稣，走在高山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阿們，我俾人行出來。阿們，佢有幾多位才行出來？牧師們有幾多？兩家裡牧師們有幾多？因為太細行出來。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天父，我們感謝讚美你，我們看到上帝的恩膏澆灌下來，我們看到神你的運行和你的動工在每一個人身上。主啊，它不是應該是只是停在這裡，我們相信神你的神蹟，就好像嘉明牧師所講的，神蹟一定會發生，神蹟會一定會在他們每一個人身上大大的發生。我們要分散離開這裡，求主你，主耶穌你的恩典，上帝你的慈愛，還有聖靈你的感動，常與我們同在，直到永永遠遠。奉耶穌的名。